了关心疫情的变化，随着咱这个边境的解封，有专家提醒讲，今年秋冬疫情已经有4项不利的因素，即包括流行感冒、提早报道、A 型流行感冒病毒株 H3N2。国门开放，以及民众呢，即卖防疫已经小可麻痹啊。尤其是流行感冒这个致病率真强，就算捌话过，也是讲做过预防下，伊的保护力恐惊嘛失效。今仔日到今年头一个流感并发这个重症死亡的，是一个90外岁这个女性，估计未来将有2成的民众去患着流行感冒的病毒。专家烦恼讲，这个国门啊开放了后，恐惊伫年底会大流行。民众来注流感疫苗，疾管署统计，顶礼拜流感通报案例有184件。专家讲，台湾已经有4项不利因素，包括流感提早到 A 型流感病毒株 H3N2， 国门开放欠防疫，尤其 H3N2 致病率真强，变异率真悬，就算捌未着的人或者受注疫苗，拄着伊恐惊拢会无效。在目前来讲，只有零星的病例。那台湾的流感会比较大的流行，至少要在1月开始，然后1月中以后到3月中、3月底左右，全世界100多个侦测点，然后去用电脑去统计、去跑出来的一个预测的这种病毒株哦，那大致上 A 型的流感来讲 ，H3N2。不会差很多。那流感的疫情特别压起来，另外一个 Omicron BA.5 的病毒分支比 F.7 有较强的免疫相骗力。之前国内捌伫边境查到3例境外，即马国门解封了后，专家烦恼年底佫会造成一波大流行。传染力的增强的程度有能够取代旧的变异株的话，那这样它就会所谓的大流行出现，是不能排除啦。因为但是台湾相对的会比较慢一点，至少要到明年初才有可能会新的变异株会取代旧的变异株。为着避免一摆买到真侪病毒，医生还有许多慢性疾病等高风险族群，爱做好防疫措施，而且爱注疫苗，避免去买到病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